呢度曾經要排幾粒鐘嘅網紅地標，而家深圳文和友，隨時行入去唔使排隊。以前摩肩接踵嘅懷舊街巷，呢個時候可以慢慢行，嗰啲細鋪都承受緊冇客嘅壓力。部分地方嘅燈光變得暗淡，似乎都反映緊呢度現時嘅氣氛，大不如前咁墟冚。嗰啲充滿故事嘅老招牌，無聲無息掛住喺度，好似同我哋講緊人氣嘅變遷。嗰啲精心收集嘅舊嘢，佢哋背後嘅故事，以前記錄過嘅輝煌，仲可以俾幾多人聽得到呢？入嚟睇嘢嘅人，只係行下睇下，打個卡，啲人幾個走，都唔會喺度留好耐。周圍嘅小巷、鋪頭、樓梯同角落，營造出特定嘅年代感，俾人有探索嘅慾望。呢個巨大嘅室內空間已經唔同以前咁樣，喺冇乜人流嗰時顯得特別闊落。深圳文和友最開頭嘅新鮮感已經冇咗，對於去過嘅人嚟講，好難再吸引佢哋去。